我弟是无辜的。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立刻释放我弟。我最看清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中国的社会或者新疆的社会做出再大的贡献，只要你的民族身份是维吾尔族的话，你永远都躲不开这种非法律的逮捕、送到集中营，甚至是送到这种强迫劳动工厂。中国政府看起来，维吾尔族人永远都是二等公民。那么任何一个法律，不管你写的再完好，最终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执行。所以只有这些条款能完全的执行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法律是成功的。否则的话，只有一个书写的法律，光是根本就不行的。